喺 YouTube 嘅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袁生。都如整體嚟講，條路線預計會有變化，終於突破咗158日元。而家大家都關注今日呢個走勢會唔會繼續。不過現階段嚟講，我覺得做美元對日元長倉要非常小心，而且下邊都見到有唔錯嘅做空空間。所以今日都會同大家一齊喺確認大環境之下，分享下之後美元對日元嘅走勢預測。麻煩大家多多支持。好啦，佢而家講下周線圖。前兩個星期呢，收市價都係喺周線移動平均線嘅下方，所以今個星期會唔會延續呢個走勢？大家要留意。呢個都係大家關注嘅焦點。不過 Asia 整體市況都係美元被買入，所以突破咗大家注目嘅158日元。而家都係喺周線移動平均線之上運行。不過呢，美元對日元呢依然處於一個好高嘅水平，所以未來走勢方面呢，我覺得大家都要有心理準備，可能會出現高位逐步下移，低位再創新低嘅情況。如果今日周線收市嘅蠟燭圖係以一支咁樣嘅偏巴針狀線收尾，下星期市況可能會稍為偏向下方，所以今日周線蠟燭圖嘅形態都要特別留意。希望大家可以多加留意，跟住趙老師講嘅嘢。如果我哋睇翻周線級別嘅走勢，依家都係一個好靚嘅上升趨勢。而家嚟講，152日元就係呢個上升趨勢嘅一個支撐位，所以中長線嚟講，呢個位都係一個幾好嘅回調買入點。另外，月線移動平均線都係喺呢個範圍，所以如果真係一口氣跌到呢啲位，大家就要準備好隨時可以入場做多啦。咁就係咁，大家記住呢啲背景市況，等陣再一齊睇下有咩入市機會咯。好，咁而家睇下日線圖，今個星期喺158日元附近。因為第三次外匯干預，市況一直都喺度徘徊。不過琴日因為美元整體走強，已經突破咗158日元，而家就喺日線移動平均線附近徘徊。正如頭先所講，美元對日元呢，依家都係處於一個好高嘅水平啦。咁所以中長線嚟講呢，我都想睇下聽日個走勢會點嘅。不過短線嚟講，日線移動平均線之上呢，去到最近高位附近呢，我都會考慮做多。所以而家對於美元對日元呢，建議大家要有上下兩方面嘅睇法呢，去制定自己嘅策略。正如大家都知呢，圖表會喐嘅，最主要都係因為供求平衡個會出現失衡。不過例如講基本面，如果買盤增加，供求平衡就會被打破。但如果講技術面，反而係買盤減少，供求平衡都會被打破。所以之後要留意，到底係邊一種嘅因素會主導市場。如果今日收市價跌穿158日元嘅市況，可能會轉向賣壓相對會變強。咁所以呢啲位大家要拋開自己嘅主觀想法，實事求是佢嘅圖表嘅走勢去判斷應該揸邊嘅倉。咁我都建議大家可以再入多次倉，然後再細心觀察下波動。咁呢啲位度，我想睇下有冇一啲可以定期交易嘅容易空間。好，佢而家講1小時圖啦。就好似我頭先講過啊，今個星期三、星期四，因為第二輪外匯干預喺158附近有個水位，而睇翻下邊嘅空間，4小時圖最近高位或者周線移動平均線都喺度，所以喺下邊嗰啲位想博有期望值，其實都幾難。咁類似嘅情況啦，琴日呢個158位都已經被突破咗，所以之前我有留意嘅4小時圖呢，最近高位或者提示呢，可以暫時唔使理住。不過現時嚟講，喺呢啲位度要捉波形其實好難，而下一個容易操作嘅位或者最近高位都好難揾到咧。咁所以用道氏理論去判斷阻力區都唔容易。不過1小時圖同4小時圖都見到有條幾靚嘅趨勢線，如果之後跌穿咗呢條線，呢啲位都可以當係一個有優勢嘅做淡空間。至於下一次做多呢，就要留意而家日線移動平均線，首先要確認日線收市價實際突破咗移動平均線，先至可以準備入市啦。頭先都講過呢。因為唔知第三輪外匯干預幾時會入市，所以大家記住要等有明顯回調，揾好退路先再入市。最後仲有一樣嘢想大家留意下圖表嘅一個特徵，想大家有個基本認識。今個星期周線、日線、4小時線同1小時線嘅移動平均線4條線都聚埋咗同一個位。當出現呢種情況，十居其九都會有一個幾大嘅波動。咁所以呢，好似頭先講咁，可以考慮佢回調買入或者個趨勢線附近做多都得。咁不過記住要調整止損位或者設好止蝕，管理好風險，呢樣係非常之重要。基本上近期內應該會有一個大波動，大家入市時候要記住呢點。無論如何，依家成個外匯市場波幅都好細，好快就會喺所有貨幣對出現一個擴張 expansion， 所以大家要有心理準備，睇清楚成個外匯市場嘅情況。如果今晚有咩特別動作，聽日我會再喺 YouTube 上載新片，大家記得訂閱我個頻道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